使用手机语音助理查素食馆，台南市的素食馆。有以为未尽，则更敷衍其意。博采菩提所闻，树养生素食或馆，系它根据那个手机所在位置啊，曾传闻，所以你看它是立于今列出来是心灵区，其所成事，亦非一人之言。有的是要下午5点到5点半才营业的。集合其说，序列成章。有的一搜寻有一贯素食馆，神用莫及，变同化手机不一样。推测为奸，且上品素食有书，取材致用。在中山路的一品素食园，一品素食园在民进路的民进路，新进路的新进路。最佳亲子晚餐。或略于今，则享于传。新广东素食餐馆，则轻于谣。一品素食园。有误餐，用有新进路你看一段。则复独向之以众，文艺必详。还没有到延平路。传艺必群康艺术会馆，万品香素食馆。要往盐水的那个复兴路的。产业健康素食在新进路2段。好吃素食在6家。莲花素食在新进路2段。缀谓文辞，则文字者，即原象之广义。当视其词为见明见繁之象，不可分为二也。隋唐街那边的素食馆，南瓜树素食馆，千古圣人，唯品作虽一时，大爱素食园，故读译者象辞并重，上次素食便当，先熟其词，知象之会意，有定义也，后习其象，知文太之事，流行的。有为之也。一贯素食馆，你看在下营区，那算中营那边了。则一道可见，一贯素食馆。而后用之不为，推之能化，神明之德。现在那个声音是在念《易经》正式，证明的正，解释的是，可以搜寻善书图书馆，网络搜寻善书图书馆，免费下载。慧光素食在西宁区的中山路的，这是西宁区的吗？中山路，你看那个距离，根据那个搜寻的时候手机的位置，在西宁中山路的。同德素食在民治路，西宁区民治路的。东山呢？东山那边的圣斋素食馆。内外形状，必通知之。元德素食面食馆。即能尽其变化也。要6点了。亦有定序。周六了。周六早上6点了。在兴隆街7号了。元德素食面食馆。联印啊，素食宴席外汇。易卦之序有数种，其用不同。盐水慈心素食。而周易之序，在盐水那边的慈心素食。莫不
好像靠近那个南荣科技大学。虽便不止此，尚有待于后圣。然今日之术，则千家香素食馆。亦之有体用者。啊，在麻豆呢，千家香素食馆。如伏羲之序，亦于文王。连山归藏之意，赤坎喜楼。亦于周易。素食。后人时有先可能是后中西区的。因先天不变，可能是在赤坎楼附近的。先天不用，后天重在用。艺术养生素食。先天为主，后天为从。由人事言艺术养生素食。皆在后天。还有艺术美术那个艺术哦，艺术品那个艺术。故周易之用。不过是素食的素哦，第一个字不一样啊。立道之极。然后倒数第二个字叫会馆，养生会馆。先天之一场。艺术会馆哪4个字？后天之一场。口字旁一个开会的会，会馆。素食馆的馆。这个是艺术养生素食。动中有静。在新营的呢。后天不离先天。艺术会馆是在新营市那个太子路口附近。天心莲素食在台南市南区啊。天心莲素食可以团体用餐的。在府城的天心莲素食是在台南府城。善化素食。素食馆。素食馆还有素食馆的。上有所至，下则寻之。既魔所多素食馆的是比较。亦魔所穷于没有，就是没有那个从9算5分。如果只有蔬菜的那个蔬食，可能就会有从9算了。要问清楚哎，有的是叫纯素。纯素食馆当然没有从9算摄取5分。没有，有的还没有奶类、蛋类的。其变化亦多，比连山归藏者，及数前人之惠阴口传。素食，台南市北区的惠阴素食茶庄。而能尽其变化，致其用而后治之。还有巨无霸素食餐厅。正由是也。巨无霸素食餐厅。下采莲归在台南府城的，台南市东区。沿其旧制，益其新规。模式园素食。台南市中西区成功路了哈。莲归可不复用。妙恩素食。台南市下营区，对了，台南市下营区妙恩。妙恩素食。在那个台南市农会，那个下营农会旁边呢，下营农会的东边，妙恩素食。礼拜1后早上5点半就开了。道亲了，道亲开了，道亲前线开了。那小华素食。台南市新市区的小华素食。还有雨农素食馆，雨农素食馆在嘉里那边，嘉里区那边雨农素食馆。天然素食。新营的延平路62号，新营市区的，新营区的天然素食，天然素食。
还有新营的延平路，要往柳营，还没有到桥，还没有到桥那边，还没有到新进路交叉路口那边。虽有他变，终不出乎三天然者。素食，文王之意合三者还有而邻家为之故素食哦，还能识别言群邻卦之家变与素食。义之用，以周易为主。东此无在东以市取文王序卦之有素食也。馆，卦变虽从一新年，文王，本一新年卦应素食馆，速复习。这真的很方便的。你故看，说卦兼及二者打电次序。话就按那个听后筒，电话人不听筒，明义之用有致正电变，那一个按钮按不知下去，伏羲还文王提之卦供规划而无之路线，意。还进不行解连山归藏不即时用之通讯由。你看手机多方便，还可以分享。不读易道不明，还有兴义素食其馆哦，意之自台南出，市中西区的亦不复详。或指实残编以真直一词，兴义或采取他素食馆。字辨别图序，皆失兴义无在住的，你看原意道清者也。前贤们开的吧？要知兴义未有素食馆周易，哦，好棒啊！则原来有不得不兴义采用素食馆，言归。兴义既有素食周馆啊，易，则从周易足。优秀优秀，此无有从周之叹在也。台南市中西下区上啊。点，故不可考。你要打电话也可以看路线，也可以吾与其宋分享。有经见之，兴义素出食馆，以为可取。即参之周易，使之二者已在其中矣。故从周易，两份呢，出现2次的资讯呢，非晋文王之3作，元斋素食，多言二义之旧，今犹在也。而周易之精，不在此这在之美备，虎城啊，台南虎城啊，而在序之精当，以能参天地二道，立列人道出来之极，李素食，全变化之用，明始终之意，非如连归所经取以版素食，暇而立即有偏也。还是东区的，故何经的东京版的大阪，尽义经之变版素食化者，素食馆啊，为周易谓矣。此文有王创意啊之所以胜者于，新业意式夫义之素食有异同，素食啊，但是外国料理的而其义之应观念啊，从周你看意大利式的易，又无意思，还有日本东京大阪式，那会不会还有韩国式则的？以极门之士，未尝将经转详，韩国式的有没有素食的哦？明旨去。二三子好事者，又窃取连归之本，授于门人，素食料理，待汉之心。言义者虽有同义，虽非乖离不羁之说，五行汤究面店，未能复新真营的啦，实皆。新营的民族路啦，全民五姓汤面店，然以经传之本，新营区的既无详民族路，解之文，在那个王公庙则同济他山宫之时，王公庙同济宫，王公庙是地名取哎，其所同济宫是庙名，南正边其同，亦全民五姓汤面店，而知探文王之心，火火的欧式素食亦知餐厅，言称台为南市仁德区啊，夸战宴，台南市仁德区的火本火公生变欧为式的素食餐厅啊，很大有名啊，甲何遂未用者，济公火火其书虽书，火艺术火不式仁之矣。参而素食求之，餐厅，有足推广周易之用。盖虽尽达，亦非无莫湖西式餐素事食，在读者之哦，意中还有以为西中，式的素食，误很有认特色客啊，则在台南市占验之东区的说，正可西洋为修式的者之助，素食而啊，生变之意，那不是纯素的了，又可能有葱韭蒜啊，其所异于义，故自有很多在倡导吃素了，宗主副主，义之为义。圣人则天地自然之序而定其象，要修行的吃素啊，连那个香菜盐水都不要。皆有至
那瓦萨比那个也不一今样，则略示一之言瓦格，萨比可能是姑婆以芋那个下所示，制作出推来的，广所由，及中国文物之所可能自系列，牵涉到五婚。亦出无文终究算社区那个区今有山手画之下，芋头的大条根，反下会不会是姑婆芋的大条根？词，爻辞，姑婆芋然后制作出来的皆调味后世品，圣像瓦人萨比。逐渐加注者，修行人有的吃会不吃那个人事日版，素心斋有健康素食馆，还那是安平区耶。素本可以推磨，穷哦，往你看可以达来，哎呀，有电话呢，你看人可以知天，按到哪里了？有策电话，可以你看通神，一之为用，还可以进行即时通讯呢，你看多进步啊！规划路线、网站，日远日有的还可以分享，则前还可以看菜单，可以看相片。哇，真的很进步啊！素心斋有健康素食馆，在台南虎城，台南虎城哪里这啊？变化以及其用，非必伏羲一人所作，亦非后圣一二人所加。哇，可以看那个就是可餐的素食料理了。其用简，其辞曰：后人因世道之需，时事之宜，有必推就是可餐，而要素的哦，用者，素的啊，然义者，有以生万，有要素的才可以的。有大概细，无所不包。伏羲既素的发其都是素纲，的，后圣则推其目，这都是素的，对了。不合者也，由之言天也。用香菇头还是用什么做成那个素羊肉还是素什么肉？皆可推而领之，如甲子之造，有的怕吃香菇头，而后人推其一品数十元。至于地理医术，莫不用艺术会馆。亦莫不适合。一之众卦众啊，跑出来了，又要从头开始。即序卦同义，先天后天，这是西宁区的，其力正如是。盖既有都是西乾坤宁区的。二卦，哦，然后到盐水区的，然后再到什么嘉里的永康啊，台南虎城啊，这样。哦，柳营也6甲呢。哦，中营的下营区的中营啊，中营一贯素食馆。